对了，这是这个记者会最新消息，今麦要甲咱提醒乡亲，为今仔日起，招商都无咧卖喙罨啊。为了因应大家收钱买喙罨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出这个实名制，2月7日开始，依照咱身份证号码上尾字字分做单双号，7天内一个人敢会使医健保卡限买2片。敢会使伫特约邮局去买，希望讲一礼拜内会使互500万人会使买到。有民众支持，当然嘛，人认为讲7天2片真正是无卫生嘛，无够用。卫福部长陈时中阁强调讲，喙罨敢若互需要的人用尔，健康的人唔免挂喙罨。口罩、酒精、干洗手已全部售完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祭出买喙罨实名制，2月7日开始，民众摕健保卡到特约的邮局购买，每一间邮局配发200片大人喙罨，50片的儿童喙罨，一个人只会当限买2片，7天内袂当搁买。依照身份证号码最后一字来区分，单号每礼拜1、3、5。双号是2、4、6，礼拜日无限。若是台北一个人，只会当搁加摕1张健保卡，希望一礼拜内互500万人拢买到。但是7天只会当买2片，安尼敢有够用？一个礼拜2个怎么够戴啊？一个口罩要戴2、3天，很不卫生啊！想说其他5天怎么办？政策不错啊，不需要用到人就不需要用到。即马7天只会当限买2片，真明显这喙罨的产量不足。实际算实名制上路，若是一个人用2张卡，一次买4片，成人加儿童喙罨总共250片，一间邮局一天大约只有63个人会当买到。战备的概念，平常的时候是不需要戴的，健康的人也不需要戴的。民众嘛担心7日才卖，中间有2天的空窗期。公务使用的、专业使用的这一部分，都持续在配送中。地方卫生局也有相关的一些存量站。健卫局应该予以协助。各地约的邮局喙罨的尽量卖当透过 APP 的系统查询，同时要搁再强调，健康的人免挂喙罨，留予真正需要的人。